安太嘅家村内哦，传统嘅村内除了用来绑东西之外，还做嚟绑马嘅喏。也条土方一撒一记，又系啲个头都马嘅太事情咯。按因子啲个计算，多大啲个数马嘅喏，结果又用半算出嚟嘅咧，结果凑合来，按上课了。算出来。今日有客家教课后来到新竹县嘅祖北国中，祖北国中除咗有同好嘅教研环境，还有动有热情嘅同学哦。哇，看佢条打篮球按什么嘅样诶！哦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上篮得分！哇，系咪动有快啲咧？诶，上课时间到了，有没有同学自愿出来拿皮点？猜拳！猜拳！猜拳！来，那有没有同学自愿出来被称？猜拳！剪刀石头布！谢谢谢谢。在放之前，俺先要称内调到人，结果掌握准哦。准备称给你称量了。尽量把那平整的手拿上来一点。对对对。哇，好壮哦！好壮哦！好壮好壮啊！好，女同学你跟妈妈放掉。好 man 哦！好，同学现在秤子没有平衡，那怎么办？调那个，往那边拉，来把这折断就 OK 了啦。这边拉，要拉多少？拉平衡，拉平衡，再过来一点，再过来一点，再过去。过哪边？过来，过来，过去，过去，过去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去，过去。这样。到了吗？不知道。再来，你的刻度在这边。你好烦。再过来，再过来，再过来一点点，再过来一点点。哎，这不是要去扶吗？要扶。不用了吧？不用吧？哦。要断了，要断了，要断了，要断了！男人，几公斤？15或56。到底55还是56？55.5啊，到55.5啊 ，OK 的。答案即将揭晓。几公斤？120公斤。55啊！哦，你就知道也爱称马该。可以称像钞票。不对吧？钱币比较重啊。很足的。称金鱼，一定是称金鱼。哦，安尼，来分享今日的课后欣赏，谢老师。同学，大家好。江南哦，新竹市课后上沙皮太后专业欣赏，小忙提倡图书做课后，那一度为课后该全门运通哦。哦，你心机懂冲哦，你去干哪按 C， 不太干哪按冲的。是嘛？这个呢就叫做横，那这一坨呢就叫做全。那么我呢当然就会权衡轻重，挑选一个轻的来喽。哦，按的有同学你就看欣赏按的呀哈。不公平！我们要找与老车内有关系哦。是啊，这个除了呢可以拿来称量东西以外啊，还可以谈到很多很多的科学原理哦。哦，而且我之前先有去看 VCR 哦。今日来到新竹县凤山乡，请一个村内专家。按多年少了个传统的村内，做清兵都也懂落实个方法无地度。上来传统的村内，除了拿来绑东西之外，还有乜个文化意义？老课后年里地地度咧，人家来看呐。中文镇凤山乡嘅人动尊敬嘅老宅，按多年来更熟悉传统神话用器，希望传承地方文化。咦，你有看过安泰嘅村内冇啊？亚太村内啊，虽然总比苏自家做嘅哟，不过也到底係用嚟綁馬嘅咯，看下演出啲了。也睇白面啦吼，係要賣豬啦，人哋講話屬豬抬馬跳，吼，然後山當啊樹啊下來人卡衝樣也就將我用也係全國，吼，全國啊，剛剛我個發工錢，看佢出要幾多。哦，冲量幾多錢本人而卡，所以一全係構造嚟講啊，要一全以上吊起來，吊起來固定，也全東西啊，然後要一全膠是因卡的東西全的東西要吊起來，最重要還有一全坡，
也全拖，全拖普通按你子讲哦，索马哦哦配合也跟你学两句全啊，隔天学两只全拖去配合哦，有全呢隔天学全拖，有全拖隔天学全啦，啊面当啊哦，有两个去卡来，一格啊，去哦开落好去。智力几多是几多已经，智力几多要加已经，其实加冷气从廿只头年加到廿回来啊，刚好是60公斤好全人，有60公斤全了是过了全的，比如讲61公斤全得嘞是爱翻转来，用也偷扎钓起来，哈偷扎的全係到每樣嘢啊，可以存到205公斤。他家人啊，是故意來啊，是有兩個安人嚟理嘅些是講15歲、18歲，啊，講22歲，啊，三張年齡啊，22歲，啊，也是誰來呀？到了就按年齡嚟時間啦，是愛結婚啦，佢自己家其實要講係擺個全的啦，但是也是變成按照台人嚟，啊，15歲沒變台人，啊，但是誰冇意思冇重要。結婚的時間，你是可以離開你的父母，所以到處去自家走條路，創造自家事業，創造自家前途安樣啊。但是也全了啊，結婚就肯定擺咗全了啦，擺咗全了先要擺啊，全自家要去衝啊，也要啲天氣計要幾多重量啊。然後全平年的時間啦，從我哋全平年的時間，肯定要先來全自家人啦。咁真見到得清楚啊，來吃看啊！哦，兩個2到10公斤嘅為數用10公斤嘅鐵片來吃，這件當準呢。唔過放要按細個東西按準，個大個東西呢？再過來，請兩個研究過來吃看啊，坐好來經過調整，可以來吃呢幾件平平了，到底係幾多公斤呢？現在是129公斤。咁真件係129公斤啊！天嘅60公斤，天嘅69公斤，哇！真件當準呢！傳統嘅吃呢嘅發明，真嘅係攞住工資費嘅結晶。唔過係講我幫當中嘅東西，揀咗帶中央從嘅稱頭出門啊！唔過用傳統嘅吃呢，就唔是按樣啊，也有一樣嘅呢。紙點啲剛剛凍嘅時節，按到定比甜品，係講紙點冇啲凍哦，解出不定比甜品。傳統嘅吃呢係不定比甜品，因為兩片上冇用洋蔥，製作地用較強嘅稱頭來平衡較重嘅愛吃嘅東西。故說啊，因所以帶點較強嘅吃呢，製作地幫當重嘅東西咯。你哋客家文化裡頭按重要嘅意義哦。安尼，哇！謝老師，根本按多衣架，迄唔係口號遊戲，而用衣架來搞啊？對呀，剛才呢，我們同學都說了哈，他們都會槓桿原理。那我現在呢，就拿這樣的一個掛鈎呢，然後看看同學啊，了不了解槓桿原理。用上中嘅來將各位平衡，兩片嘅上中嘅總得平多，利用槓桿原理就會成功哦。用熟嘅確定好各位嘅指點過後，大家就開始討論了。大家想看啊，到底喺用埋啲上中嘅冇平度嘅情況下，用各位嘅兩片平衡咯。首先降放。人家那3個人是9吧，37耶，不行啊，這樣絕對不小憨仔。哎，妹妹27耶，這個絕對不夠。好啊，你要放大。哎，還有2個。这边啊，這一個啦，这一个我跟你說哪一個就哪一個，这一个，我跟你說這個。哎，不要吵，掛了再說。好，去畫幾個？5個。好，5個。好，再把這2個放上去。好。
然后把它吊起来，看到没有？有了！这样可以吧？因为在中间这里就不能用算的，不能用算，这不能用算的啊！应该要玩，好放大。哦，平的。哦，对，因为嘛，从这边到这边算1格，从这边到这边算2格，加起来就变3格，所以这里1、2、3，所以就3格，所以就平衡嘛，就是这样嘛。哈哈，我太强了。再加一只，又可以。再来，加油，你慢一点嘛，不要这样。有，加油，成功，耶！一嘛。这样都可以平的，对，当然啦。有一个掉了。好，拿起来，签好。嘿，你又做了，两分一下。哦，平衡了，那你就会做后类喽。可以啦。哦，泰嘎就做后类，谢老师，泰嘎就做后类哦。红红上来比赛哦。长衰吹，台湾情节太吹。第2家嘅潮用悟空吹，还有惊奇四少年吹。三组头毛做好嘅成品 encore 可以吧？喂，可以了，就有评分哦。不过好像还有一点点误差哦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要拿出我们的秘密武器了。武器是什么呢？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。噔！不要抢，噔，这个。对，我送给你的这个小戒指呢，把它们挂在每一个杆秤上面呢，就能够平衡了。经过分配重量，打出嘅价位看起来愈平衡了。我们传统的杆秤这个地方呢，也没有重量啊。哎呦，配重。匹配度有俩哎。对，因为一个杆秤呢，它在做好的时候可能重量差一点点，那我们就用这个铜环，然后把配重放在里面，再套上去，那这根杆秤就是完美无缺了。杠杆原理的秘密呢，即将解开了，我们听同学的表演，好来。就是手握的地方叫做支点，然后这边第1个钩离支点有1格，然后第2个钩是3格，然后这个第3个上面有9个衣架，所以9乘以3等于27。然后这边呢，这个也是到这是第9格的位置，然后上面有3个衣架，所以乘起来也是27，所以刚好就会平衡咯。哇，泰嘎这个做到多好哦！安尼，够有冇介游戏做得到嘞？哦，不但好玩，而且很有挑战性哦。材料有铁板搓、去把公克嘅水、老天子秤，还有伊的皮擦。在冇用任何称重公克嘅情况下，算出铁板搓有几重，可可用皮擦捞水，还用刚刚研究嘅概念。我们知道要先找到这个支点，因为好像就是它支点2边，一边乘以这个重量，就会等于这个一边的重量，不是吗？然后呢，量长度这边这一段，是吗？不是，是这一段。这一段。这一段比上那一段。对。23。对好了吗？80。记得有一个公式，但是我忘记了。那就是不记得。我记得有一个公式嘛，但是我不记得了，忘了。是这样吧？重心右为 SG， 重心左为 YG， 就是说 X 加8加乘以这个，就等于这个乘以这个啊，加 Y 啊。所以说还差一个 S 减 Y 的话，会等于量角器也没用。一开始呢，我们打算用比例的方式把它算出来它总共重量多重，但是后来发现我们好像比东西有错误，然后算出来的重量不是正确的重量，因为我们感觉你这个不可能是1/7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重新计算中。385跟2
水灯泡，算出来了，对，我这个绝对了。结果是什么385。整支对385。傻傻讲，你就会有人说呢？就是用另类杠杆原理，就用这个，我把这个拔掉，真的很好背。炸了。拿一张椅子来，把它放进去，然后呢，放上去，就慢慢过去，手动，60，对，差不多60，对，对，然后再到这边去。这边刚才量差不多是33，对，33，所以因为这个是700嘛，所以就是33乘以700，等于这边是60乘以 x， 就4x， 所以呢相等，然后就除一除。多少 x 是多少？385。哇，亚洲同學竟然上到按 T 邊嘅方式來算呢，真係不會很幸福哦。把水嘛，这样子嘛，这样放嘛，大概啊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这段距离加上这个，这是700嘛，这个假如这个是 x 加700嘛，就会等于这里的重量。然后呢，就算一算嘛 ，x 就会等于100，然后这边它是3倍，所以加起来就变成400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把700克的水装上去。然后这样子把重心这样，最旁边，然后就发现这一段跟这一段的距离是1:10，然后所以就用比例的算出来，它这一大段是70公克，然后所以这一小段就大约等于7公克，然后所以就算出这整个跟感觉差不多77，然后就算出来它是。距离是25:80，对，因为距离100的时候，它对应的是70，然后所以距离25的时候，它对应的就是280公克，然后这个280再加上杆子77，所以就大概等于357。亞洲同學行得天才耶，竟然留錯嘅條尾插下來咧，亞洲留錯嘅條留邊分過來算嘅方式，咁真見到你得到係那正確嘅答案啊！呀哈，除了用天字秤來綁架鐵板抽，分錯嘅多大有幾重哦？答案已經揭曉了，354克。哦，哎，就看哪一組同學答案是最接近。喂，台青大隊嘅同學測出來是400，超勇黑洞組的同學測出來的是357，驚奇四超人測出來是385。咦，按你可以來。第二組超勇黑洞組的同學贏咯！耶！驚奇四超人組，他們呢用了另外一根杆子啊，然後來稱，所以就犯了一個非常美麗的錯誤啊！因為杆子的重量啊，多加的那根杆子重量你沒有算進去。有沒有那種呢？既不分屍又能夠精確算出來的方法啊？綁鐵板抽有幾重嘅細節，先用樹攞鐵板抽托地，前度佢嘅重心行過做好，沙地啲鐵板抽嘅一片掉一缸水，前度佢嘅線嘅平衡點，再過來量出平衡點到鐵板抽嘅重心，還有平衡點到杆嘅距離，分別係56公分，還有28公分。度號係2:1嘅關係，照公杆原理，兩片平衡嘅時間立即相約，故所鐵板抽嘅粗係杆嘅一半，再個揾無平度嘅杆嚟測量，算出平均值，咁樣才當正確嘅答案喲。下一套8同我嘅材料有一支剪刀，彩色嘅有竹竿5支，5點點嘅孜然奶，一細隻嘅麵線呢。沙地，按照做地用藥料材料，用公杆原理嘅概念，簽出大幾張個嘅平衡點，以後俾香港上用面線嚟夾好來，再構意思自家嘅創意，所以做出動特別嘅平衡分量喲。你覺得平衡要怎麼抓比較好？大概就兩邊重心一樣吧。你怎麼抓到他們的重心呢？就先全部綁上去，然後最後再把它全部調啊。那你調的時候不是會有粘土的痕跡嗎？再把粘土全部弄掉就好啦。
彤彤，你做嘢喺馬街啊哈？有冇你講來講去？講來講。它你看一直轉哎，這是你自己的設計嗎？对，但是希望可以那个有点迟钝。遲鈍怎麼說？就是它转很慢啊。不夠正哎，是不是有點歪歪的？沒有吧？哎呦，你不會讀還有假東西？這是平衡用的哈。哎呦，很強哦。这个延伸下来之后，这边两边的重量要有平衡，要有平衡之后，它们才能保持这样子，而不会这样子乱突。哇，这个99元，要不要啊？很便宜哦，便宜卖你。大家嘅同學都做好自己嘅平衡分量了，可以按到嘅創意分量，唔敢有想嘅圖書做看哪咧？今天非常開心，然後能參與這個活動。就這活動主要是講槓桿原理嘛，然後原來那個生活中一想到的東西也可以那個當做槓桿原理來完成。今天學到很多槓桿原理的東西，像這個平衡風鈴就是槓桿原理的運用。我們今天學到如何平衡我們的風鈴，然後平衡了之後呢，它就會展現出給風吹到的時候它會旋轉，但就不會左右搖晃。今天看到那個稱重的東西可以拿來稱人，讓我覺得非常的神奇。傳統嘅秤砣對台北嘅生活制度係當中一個角色咯，因為有秤呢，才會有公平交易嘅雙贏行為，對人嘅生活很難進步。根本呢，除咗認識秤嘅使用方式，還有文化意義。本同學運用槓桿原理來算鐵板錯有計準，還有做平衡分量，係咪當神奇咧？生活制度哪一路嘅科學，該出本人同時做科學了。有便宜賣你。等我一下啦，想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。三個一起比啊？好嘞。一個人才負擔25公斤，这好很重。哦，重了。是吧？够4.5啊 ，OK 的。你的吗？算出来了。对。你用直接插进去。